My Music 的朋友，你们好，我是大天。今天来到金华酒店跟我们开房间聊天的朋友，就是我们音乐界的一级玩家，让我们热烈掌声欢迎 OZ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 OZ。为什么我会这样称呼你为一级玩家？原因就是因为你最近推出了这个全新的英文单曲，叫做 Free Fall。没错。讲到自由落体这件事情，自己有参加过，在国外有跳过伞吗？我是世界上 Top 3最巨高的一个人，但是你却想要在 MV 里面自由落体。你要在一个虚幻的世界表现一个你办不到的世界，所以其实不敢。我超级怕，我超级怕高。之前没有任何人逼你挑战吗？我连拍 MV 需要到2楼那种，我都然后脚要挂在空中，我就觉得超怕，我超级怕。如果 MV 就是硬要你在一个那种就是那种石墩上面，然后很帅气，对啊。我有一支 MV North Face 的一支 MV， 站在上面，我真的感觉好像我心中的那个跑马灯一直在我脑。我就说，一边对着我心想说完蛋了。所以你在上面其实很帅，但是心里其实很焦虑。我的脚的那个一直在发抖。哦，所以其实本人是很怕高，我超级怕高，因为这首歌叫 Free Fall， 所以我要一直自由落体，我就是想要掉，一直往下自由往下坠。提供了一整个剧本，就是从天堂到人间到地狱，然后把我奥斯曼德斯那个整个我的艺名的神话，还有新乐园，撇除那些所有专业名词，终究它就是提供出了一个完整的世界观，庞大的故事，非常庞大的世界观。这一次这个歌曲也有要朝自己一个很喜欢的偶像致敬。Linkin Park 也是因为 Linkin Park 让我想要做音乐，因为我开始玩团，然后玩团之后。理解了编曲的编制，就是鼓要做什么，贝斯要做什么，吉他做什么，主唱要做什么。理解了这个逻辑之后，后期就是当然电音崛起之后，我就把这一切的逻辑套用成编曲跟电音这些东西。我们现在呢，就直接来看 MV 好了，好不好？光一开始登场就蛮有你的风格，有在做动画影像的朋友应该看到这个就觉得，他刚刚画圈那地方是彩蛋吗？OK。这故事就是在讲，我是一个来自于那个世界的其中一尊神，我爱上了人间的这个算一个女主角好了，但她也不能说，因为这个世界观不是照着现实世界观，所以对人间创的，对，所以我是爱上了一个算是在人间的一个，爱上一个不能爱人，对，然后她。因此，但他又造了一些孽，他就好像造了一些口业还是什么之类的。OK， 他得下地狱。他下地狱了。对，他爱我们的爱上这件事情，他先下地狱。哇！那我也爱上他，所以其实也不能说他吸引住，对我被他吸引住，然后我们做的这件事情必须让我们两个一起下地狱，但是我有决定权。OK， 那最后我决定放开我神的这个身份，然后我跟他一起下坠到地狱。这尊神像。也是你们创造出来的一个。OK， 哇！还完全不能透露正确答案，但我们可以。但其实你可以从我的反应中阅读到一些。对，这段往下或往上看其实蛮好看的。我们先看往下好了，因为正常因为是下坠嘛。对。哇，这个还有虫洞的感觉。对，有一种星际效应的感觉。哇！你知道这一部还可以用 VR 看。那我那天拿 PS4 的那个 VR 看，惧高症直接超用力的，觉得有惧高症的感觉。对我来讲就是一个作品，所以这作品就是把它做到底，而且是用力的玩，用力的把这个东西玩出来。总之，这个 project 会延续到我后面的几个 project， 然后里面其实也埋了一些那些后面作品的彩蛋。好的，我们也期待。12月，给他压力，好不好 ？OZ， 恭喜你新作品今年上线，感谢，Thank you man，拜 ，Peace。